Hello， 大家好。今日咧同大家分享我一個一人嘅快餐，就係豬肉生薑燒。主要嘅材料有我哋咧調校定嘅汁料先，用2分之一湯匙嘅生抽，跟住2湯匙嘅味淋，跟住仲有咧就係清酒或者料理酒咧2湯匙，2分之一湯匙嘅糖，我哋將佢攪勻佢。就再將30克嘅生薑蓉咧，就將佢加埋落去。跟住豬肉咧，我哋洗乾淨切片啦，然後跟住咧就灑上一啲生粉。灑完一邊之後，我哋撈勻就反去另外一邊，再加多少少嘅生粉。如果你覺得喺加入生粉嘅時候好難去撈到均勻咧，你可以輕輕加少少嘅清水入去，咁就會容易啲咧去撈勻噶啦。咁我哋等啲豬肉已經吸收晒所有嘅水之後呢，跟住就可以放佢喺旁邊備用。再落嚟，我哋就燒熱嘅油鑊，跟住就放埋剛才已經撈好咗嘅豬肉片，就將佢放入鑊裏面，均勻咁樣鋪開佢，將啲豬肉片煎到佢轉色。最好咧就煎到有少少焦地，你已經見到佢有少少焦香嘅時候，跟住就將佢反去另外一邊。跟住我哋因為個鑊好大啦，所以我哋咧就將啲豬肉撥埋一邊，將啲洋葱絲咧都加埋喺度，擺喺側邊度去炒勻佢。跟住再將剛才已經準備好嘅汁料咧都可以倒埋落去，一齊嘅炒勻。跟住可以再加多半碗嘅水，分開幾次咁樣加入去，將佢炒勻咗之後，想調校啲顏色更加靚呢，可以加多少少嘅老抽落去，跟住就可以試味。如果啲味道唔啱嘅話，你可以咧再酌量加入一啲嘅生抽或者少少嘅蠔油落去做調味，最後就埋返一個生粉芡。咁就完成㗎啦，係咪好簡單呢？呢一個豬肉生薑燒呢，即係話咁快就已經可以做好啦。跟住將佢擺喺飯面，咁就完成㗎啦。加入埋你喜愛嘅蔬菜，呢一個午餐呢係咪好豐富呢？而且又好味，簡單又容易做。或者你夜晚放工返嚟，真係太趕時間啦，都可以攞佢嚟做晚餐㗎。最重要梗係幫我手分享俾多啲嘅朋友一齊追蹤我專頁啦。多謝你哋，拜拜。